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珠寶長知識嘅時間。今次同大家講嘅係白金。大家知唔知道白金係分兩種㗎？第一種係18K 白金，第二種係950鉑金。首先講嘅係18K 白金，佢哋嘅原材料係999黃金，再加入銀色嘅金屬，用高溫將佢哋融合。融合之後嘅合金25% 係銀色金屬，75% 依然係黃金，所以本質上係淡黃色嘅，唔係銀白色嘅。為咗令佢哋閃亮雪白，首飾表面會墊到一層鋁 Rhodium， 呢個就係我哋平時見到18K 金嘅銀白色外觀，但係表面墊到戴耐咗會變黃，我哋可以透過墊到令其保持銀白色。第二種嘅係鉑金 Platinum， 正確讀音係鉑金，不過好多珠寶行都習慣稱之為白金，所以你喺金鋪聽到嘅白金好多時其實就係鉑金啊。鉑金係銀白色，做首飾通常會將999鉑金混合其他嘅顏色金屬，令鉑金含量達到95%，我哋稱之為PT950，咁樣先夠堅硬㗎，適合雙石或者日常佩戴。最重要嘅分別係 PT950鉑金唔會變色，保持天然銀白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大家覺得條片對你哋有幫助，可以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！亦都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哋聽，你有咩想學想知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